今次开始来关心金门已经连续几天大雾，造成海空的交通大乱。加在伫昨昏天气有变好，能见度增加。金门机场伫昨昏规天的运输量载客4269个人。航港局表示，今仔日也会派分8轮去斗相共载客。也毋过呢，伫4月初4之前，也是有机会会出现大雾，会影响交通。清明连假就要到啊，乡亲就要加注意交通资讯。 因为金门大雾无能见度无好，3月30日当地31个航班架次全部取消，造成过长工4月初1超过2000位旅客滞留伫咧金门。其中有大部分本来是要提早扫墓的民众，被迫留伫咧机场等，情绪真不满。能见度这么好，停机坪1台飞机都没有，这么多人在那边等啊！我问你，在等什么？等午餐？等晚餐吗？ 你本来是安排我们昨天的人先走，怎么要排到今天的后面？还要每一班只有2个。海空交通大乱，民航局甲立委陈耀珍赶紧协调航空业者加开航班，也国用军机疏运。所以规天候补机会特班拢客满，总共载客运输4269人，已经全部拢消化了，无滞留的旅客。另外，航港局也启动闭环船分8轮。 初1、初2拢会开一项次疏运，再去家己的布袋港。我们也协调港务局今天有那个船的部分来做协议那一班船大概有500多人今天就加开2架次4个航班的这个台北往金门的军机，然后高雄往金门是1个架次。根据气象署的预报，虽然今仔日透早已经解除交部直播。 不过到初4进前，也是有可能大雾，民众也是要注意交通来回资讯。清晨在中南部一带可能会有一些局部雾出现，在金门以及马祖在4号以前也可能会有雾影响到能见度。惊讲还有交通内乱，海空交通全面闭站。若是有需要的民众，会当到金门航空站柜台登记。等来台湾了，也会安排接驳车转坐高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